行医到云林斗南的石鼓国小来举办医学的夏令营，要让小学生学到正确的医学的知识。 马街医院的大学生和囡仔伫咧教室内底互相自我绍介，因为这是夏令营的第一天，大家拢甲彼此为着来到增加服务，马街医院拢会来到云林地方小学举办医学夏令营。他们用他们的专业来带小朋友，那这个我们给大学生的训练就是说，他们将来到医院去，他们也是要照顾小朋友、照顾老人。因为囡仔平常时上课时阵，无什么机会会当熟悉到医学知识，所以伫咧这摆 夏令营内底安排真侪医学课，让囡仔来动脑筋。我们设计很多教材，都是在做的当中，用小朋友自己动手做，然后还一边学习。伫咧夏令营内底安排专业的医学课，学生仔除了会当学到正确的医学知识，医学院的大学生来这带囡仔，嘛留下趣味的回忆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